Hello，大家好，歡迎收聽越講越健康，我係 Dr. Wu。咁嚟到最後一集嘅女性系列啦，我就想同大家咧講下一個可能女性有啲聞風喪膽，但係又避免唔到嘅一個狀況，就係更年期。咁好多可能後生啲嘅女仔咧就會覺得，更年期到時先諗啦，仲未有耐係咪？咁其實更年期咧就唔係突然間出現嘅。咁其實喺我哋真正踏入更年期之前咧，已經有一段時間咧，身體已經係開始有改變噶啦。咁嗰段時間咧就叫做圍絕經期 （perimenopause）。咁可能係早喺40歲左右啦，甚至可以更早咧就已經開始呢一個圍絕經期嘅時間。咁更重要嘅一點咧，我想強調，當你發現有更年期嘅症狀嘅時候咧，其實我哋身體咧已經改變咗一段時間噶啦。咁所以咧，今日我主要想講咧，就唔係話要同你講下究竟更年期係乜嘢，而係點解我哋要提前準備更年期。咁喺醫學上啦，更年期咧係定義做當你連續12個月冇月經嘅時候。咁但係問題係咧，荷爾蒙嘅變化導致呢個冇月經咧，其實係早幾年已經開始噶啦。咁特別就係喺雌激素 estrogen 開始波動嘅時候，已經開始緊噶啦。咁呢段時間咧就係頭先講嘅圍絕經期啦 （perimenopause）。咁呢個咧時候咧，其實身體已經靜悄悄地咧改變緊模式噶啦。咁早期嚟講有啲乜嘢症狀或者信號咧？最常見咧就係首先月經就會開始唔規律，睡眠質素下降，情緒波動，有潮熱。咁可能好多女性都會以為，我壓力大啫，尤其是大家好多時去到呢個年歲都仲係返緊工啦，喺呢個年代。咁但係其實咧，可能已經喺荷爾蒙上邊已經開始改變。咁另外啦，近年咧有一樣嘢咧，大家都開始關注嘅就係過早更年期 （premature menopause）。咁即係話咧喺40歲之前，卵巢功能咧已經明顯下降。咁有時候點解會有過早更年期咧？通常都係可能有自身免疫嘅問題啦，有遺傳嘅因素啦，另外咧可能係有醫療治療影響得到嘅。咁例如就係話，如果你已經係接受緊化療，或者係做過手術去切除卵巢或者子宮，咁呢啲原因咧都會導致到過早更年期嘅。咁可能有啲人都會問啊，但係而家我哋生活壓力咁大，有時候壓力大咧都會導致月經唔準啊，瞓得唔好，係咪情緒比較波動等等。咁的而且確係嘅。咁雖然咧到而家咧都仲未有一啲證據咧就話過多壓力係會直接導致過早更年期，但係咧佢的確有機會加速過早更年期呢個情況出現。咁雖然啦，過早更年期咧其實唔係好常見嘅，但係如果你突然間出現月經突然間停咗，或者長期唔規律，或者有呢啲提早出現咗更年期嘅症狀嘅話咧，咁就考慮去檢查下先啦。所以咧唔係淨係話40歲之後咧先至開始留意，其實呢啲身體嘅變化咧可以更加早出現。咁更年期咧最主要就係在於雌激素下降。咁雌激素咧係唔單止影響到我哋嘅生殖功能嘅，佢仲會影響到心血管、骨骼、肌肉代謝等等。當雌激素下降嘅時候咧，我哋嘅骨質流失會更加快啦，肌肉量又會跌得快啦，咁脂肪比例會上升。可能心水清嘅朋友咧都已經可能諗得到啦，雌激素下降唔會喺踏入更年期先出現噶嘛，佢會喺之前已經出現緊噶啦。所以呢啲骨質流失啊、肌肉量下降呢啲咧，就唔係喺踏入咗更年期先開始發生噶咯，就係之前已經悄悄地發生緊噶啦。所以我哋女性要關注嘅重點唔係在於更年期嚟咗未，而係話我哋點樣可以準備好。咁中醫咧可能會講到腎虛，咁呢個咧其實唔一定係等於腎臟有問題嘅，佢更多想指嘅就係生殖系統老化。咁如果用現代生物學或者醫學去解釋嘅話咧，就係卵巢功能下降，雌激素減少，咁所以腎氣衰退咧，某程度上可以理解為生殖荷爾蒙下降，生殖功能下降。咁好啦，嚟到重點啦，我哋點樣可以提前準備呢？我又再次強調啦，大家千祈唔好等到更年期到咗先至嚟處理，而係要提前準備。咁當然啦，你遲咗咧，由而家準備都唔遲嘅。咁第一樣嘢咧就係肌肉，肌肉係最重要嘅。研究顯示咧，30歲之後
每10年咧就會流失3至8% 嘅肌肉量。咁到咗更年期之後咧，流失速度仲會更加快，每年可以流失1% 嘅肌肉。咁如果你冇特登去操肌嘅話咧，咁10年咧可以差接近1成嘅肌肉嘅。咁肌肉咧其實係會影響到我哋代謝啦、血糖控制啦，同埋我哋身體平日喐動穩唔穩定嘅一個關鍵。咁所以如果我哋冇刻意去訓練嘅話咧，肌肉繼續流失，咁血糖會比較容易波動啦，會增加糖尿病嘅風險。另外咧，我哋基礎代謝率就會下降，更容易咧令到我哋脂肪堆積增加。咁另外最危險嘅地方就係肌力下降咧，會令到我哋更加容易難平衡，會容易跌親。咁所以我嘅建議咧就係大家要早啲開始重量訓練，同埋保持多啲蛋白質嘅攝取。咁第二樣咧就係骨骼。咁踏入咗更年期啦，雌激素下降嘅時候咧，骨質流失係會加速嘅。咁尤其是係更年期開始之後頭幾年咧，每年係可以流失2至3% 嘅骨密度。咁累積5至10年之內咧，可以流失高達20%。咁骨質密度流失咧，最大嘅問題係在於佢係無聲無息嘅發現嘅。如果肌肉嘅話，你都可能會見得到。骨質流失係無聲無息，冇痛冇感覺，見唔到。咁直到你有一日唔覺意跌親，然後骨折。咁常見嘅後果通常咧就係手腕骨折啦、脊椎壓縮同埋髖骨骨折啦。呢個咧就係最嚴重嘅，因為研究顯示啦，髖骨骨折嘅老人家咧，1年內嘅死亡率係可以高達20至30%，而且好多患者就算做咗手術恢復翻，佢哋都冇辦法完全去恢復翻佢之前嘅活動能力。咁所以咧，我真係要非常之強調大家咧去做重量訓練啦，去吸收多啲維他命 D 啦，去曬太陽或者可以補充劑啦。咁另外咧就係補充鈣質嘅。咁第三樣咧就要注意代謝啦，因為雌激素咧就會影響到我哋胰島素嘅敏感度。咁所以咧我哋要去控制血糖，要去規律飲食。咁我喺早幾集咧我都有講過啦，前期糖尿同埋糖尿病對身體究竟有啲咩影響？同埋咧，我都有免費資源俾大家可以下載。咁佢就係控糖攻略懶人包，咁歡迎大家去下載，可以幫助到你去控制飲食。咁呢個控糖攻略懶人包咧就係一頁可以睇晒，免費下載嘅，咁就可以幫到大家點樣食先至可以控制到血糖，同時咧又唔會犧牲咗飲食嘅樂趣。咁第4個啦就係睡眠同埋節律啦。咁生理時鐘咧絕對係會影響到荷爾蒙嘅。如果你長期夜瞓，節律又亂，咁佢就會更加加速我哋荷爾蒙嘅失衡，更加加速到雌激素下降所帶嚟嘅後果。咁其實呢4樣咧，我覺得就算如果大家係想有健康嘅生活咧，都係會咁樣做噶啦。所以呢4樣咧，如果你跟住去做嘅話咧，係其實點都唔會蝕底嘅。咁總結一下啦，我就想同大家強調咧，更年期咧唔係突然間你49歲生日嗰日就突然間發生嘅，而係身體喺之前咧已經開始俾一啲信號俾你噶啦。如果我哋而家得到呢啲知識，早啲去理解，早啲去準備嘅話咧，可以減少到時更年期真正發生嘅時候，對你身體上、生理上、生活上同埋心理上嘅一啲影響。咁呢一集咧就已經係我哋女性專題嘅最尾一集啦。咁下一集咧我就會轉一轉個 topic，我就會講下香港人都好關心而且好困擾嘅一啲問題，就係例如鼻敏感啊、濕疹等等，點解咁難好？同埋有啲乜嘢環境嘅因素係影響到佢哋呢？如果大家覺得我嘅節目對你有幫助，就請你 like、subscribe 同埋分享俾你身邊關心嘅人。咁呢啲咧都係對我嘅節目最大嘅支持。多謝收聽，越講越健康，我係 Dr. Wu，我哋下集再見。